你知道吗？只要一次小小的滑倒，就可能让一个人失去行走的自由。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否则你可能错过一个能让你重新走得稳、站得直的关键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我在诊间看过太多这样的案例。一位72岁的陈阿姨，原本每天早上都会去公园散步，跟邻居聊天，生活充实又快乐。有一天早上，她只是在浴室里滑了一跤，髋骨骨折，从此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自由行走了。她告诉我，医生啊，我现在每天都要麻烦儿子媳妇帮我，连上厕所都需要人扶，我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负担。这不只是陈阿姨一个人的故事。根据统计，50岁以后，每5个人就有1个会因为跌倒而受伤，而跌倒一次之后，身体的恢复能力大不如前。很多人从此就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想象一下，不能自己走到市场买菜，不能抱起孙子，甚至连在自己家里走动都需要人搀扶。那种失去自由的感觉有多么痛苦。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其实只要每天10分钟，在家就能重建双腿力量。你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买昂贵的器材，只需要一把椅子和你的决心。失去行走的能力，就等于失去了自立生活的自由。但这一切都是可以预防的。接下来我要分享3个简单却非常有效的动作，帮助你重新找回双腿的力量，让你在50岁、60岁，甚至70岁之后，依然能够稳稳的站立，自由的行走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年来，身体正在一点一点地发出警讯？早上从床上起身时，双腿感觉特别沉重，需要扶着床沿才能站稳。爬楼梯时，才走几阶就觉得双腿发软，膝盖隐作痛，蹲下去捡东西时，站起来变得越来越吃力，甚至有时候膝盖会突然颤抖一下，让你心里一惊，担心会不会突然跌倒。很多人以为这就是老化的命运，是无法改变的自然过程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不是老化的命运，而是可以改变的状态。这些症状背后的真正原因叫做肌少症。从30岁开始，我们的肌肉每年会流失1%到2%。如果不特别去训练，到了50岁之后，肌肉流失的速度自会加快，力量也会大幅下降，特别是支撑我们身体的大腿肌肉、臀部肌肉和小腿肌肉。它们就像房子的柱子一样，一旦变弱，整个身体的平衡和稳定性都会受到影响。但好消息是，肌肉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，不管你几岁，只要开始训练，它就会回应你。我见过65岁开始训练的病人，3个月后走路变得更稳，爬楼梯不再气喘吁吁，整个人都变得更有活力。所以接下来我要教你3个动作，每个动作都针对不同的肌肉群。
帮助你从根本上重建双腿的力量。这些动作简单、安全，而且只要每天坚持10分钟，就能看到明显的改变。让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早上一起床，脚掌踩在地上的那一刻，感觉双腿软绵绵的，好像撑不住身体的重量。上楼梯时，膝盖开始颤抖，每一阶都要咬着牙才能踩上去。这些感觉都是在告诉你，支撑你身体的大腿、臀部和腿后肌群正在失去力量。为什么这些肌肉这么重要？因为它们就像是你身体的根基。当你走路、站立、上下楼梯时，都是靠这些肌肉在支撑你的体重。如果这些肌肉变弱了，你的平衡感会变差，膝盖的压力会增加，跌倒的风险也会大大提高。现在我要教你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以上分腿深蹲。这个动作特别有效，因为它能同时训练到大腿前侧、臀部和腿后的肌肉，而且因为是单脚训练，还能帮你矫正左右脚的力量不平衡。让我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做。首先，找一把稳固的椅子，站在椅子前方大约2步的距离，把你的后脚脚背轻轻放在椅子上，前脚往前踩一点，让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双手可以叉腰，或者扶着桌子来保持平衡。接下来，保持胸口抬起，背部挺直，慢慢的往下沉，就像你要坐下来一样。下沉的时候，要注意前脚的膝盖不要往内扣，要保持对准脚尖的方向，往下沉到你觉得舒适的位置就好，不需要勉强自己蹲得太低。然后用前脚的脚跟用力，慢慢的站起来，回到起始的位置。整个过程要保持呼吸顺畅，不要憋气。下沉的时候吸气，站起来的时候吐气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做6到8次，做2组，每周练习3到4次。当你觉得越来越轻松之后，可以慢慢增加到10到12次。记住，这个动作要慢慢做，不要求快，因为慢才能真正让肌肉得到训练。如果你觉得把脚放在椅子上太困难，也可以先从2脚站立的深蹲开始，或者背靠着墙壁来练习。重点不是动作要做得多完美，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持续的练习下去。有一位68岁的林先生，他刚来找我的时候，连从椅子上站起来都很吃力。我教他这个动作之后，他每天早上都坚持练习。3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医生，我现在不但能自己站起来，还可以爬到4楼去看老朋友，膝盖也不会痛了。你不是在训练肌肉，而是在拿回被时间夺走的力量。为什么单脚训练这么有效？因为我们平常走路时，其实就是一只脚轮流支撑身体。如果你左右脚的力量不平衡，就容易在走路时重心不稳。这个动作能帮你发现哪一只脚比较弱，然后针对性的去加强它。在饮食方面，要记得补充足够的蛋白质，像是豆腐、鲑鱼、鸡蛋，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。还有镁和钾，可以从香蕉、杏仁、菠菜中摄取，它们能帮助肌肉
收缩和放松，记得多喝水。因为肌肉的运作需要充足的水分。今天就从6次开始吧，不要小看这6次。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在为你未来的自由打下基础。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感觉腰部特别僵硬，弯腰捡东西时，腰会隐、隐作痛，这些症状其实都在告诉你，你的臀部肌肉和腰部支撑力正在下降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臀部的肌肉其实是支撑我们整个下半身最重要的肌肉之一。当臀肌变弱时，腰椎就要承受更多的压力，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腰痛的问题，而且臀肌无力也会影响我们的平衡感，让我们更容易跌倒。现在我要教你的第2个动作叫做桥式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效果非常好。它能同时训练到臀部、腰部和腿边的肌肉，帮助你重建整个下半身的支撑力。让我详细告诉你怎么做。首先，躺在地板上或瑜伽垫上，把膝盖弯曲，双脚平放在地面，脚跟距离臀部大约1个拳头的距离，双手轻松地放在身体2侧，手掌向下。接着吸一口气，然后用脚跟用力推地，慢慢地把臀部抬起来，抬到肩膀，臀部和膝盖形成一条直线位置。这时候你应该能感觉到臀部的肌肉在用力收缩。在最高点的时候，用力夹紧臀部，保持2到3秒钟，记得要保持呼吸，不要憋气，然后慢慢的、有控制的把臀部放下来，回到起始位置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幅度不大，但是每一次抬起都是在重新支撑你的生活。刚开始可以做10到12次，做2组，每周练习3到4次。当你感觉越来越轻松时，可以增加次数或组数。有几个重点要特别注意：抬起臀部的时候，不要把腰部拱得太高，那样反而会让腰椎压力太大。要想象有一条线从肩膀拉到膝盖，保持这条线是直的。还有，如果你觉得膝盖容易往外开，可以在2个膝盖之间加一个小枕头或卷起来的毛巾，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持正确的姿势。有一位70岁的王阿姨，她长期腰痛，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在床上躺很久才敢下床。后来她开始做桥式运动，1个月后，她惊喜地告诉我，医生，我现在早上起床腰不痛了，弯腰也变得轻松多了。老娟，你选择在崩坏前重建，这就是智慧。为什么桥式这么有效？因为它不只是训练肌肉，还能帮助你重新建立正确的身体排列。当臀肌有力，骨盆就能保持在正确的位置，脊椎的压力就会减少，整个身体的平衡感都会改善。这就是为什么练习桥式不但能改善腰痛，还能预防跌倒。在营养方面，要特别注意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D， 因为它们对骨骼和肌肉的健康都很重要。你可以喝牛奶、豆浆，吃鲑鱼，还要记得每天晒1点太阳，帮助身体制造维生素 D。 另外 Omega-3 脂肪酸对减少发炎很有帮助，可以从蒸鱼、核桃、亚麻籽中摄取，还有胶原蛋白，可以从鸡脚、猪脚、木耳中获得。
帮助关节保持健康。当然，充足的水分也很重要。记住，练习桥式，就是在支撑你的脊椎，改善你的平衡，预防跌倒。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，正在默默地守护你未来的生活品质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站了一整天之后，脚踝肿胀，鞋子都变紧了。晚上睡觉时，小腿突然抽筋，痛到醒过来。走路的时候，双腿感觉特别沉重，好像拖着1000斤重的步伐。这些症状其实都跟小腿的肌肉有关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小腿被称为第二颗心脏，因为它负责把下半身的血液送回心脏。当小腿肌肉变弱时，血液循环就会变差，就会出现脚肿、抽筋这些问题。现在我要教你的第3个动作叫做提踵，也就是垫脚尖的动作。别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它对改善血液循环、增强小腿力量、预防跌倒都有很大的帮助。让我一步一步教你。首先，站在椅背旁边或靠着墙壁，轻轻扶足来保持平衡，双脚与臀部同宽，平行站立，脚尖朝前。接着慢慢地踮起脚尖，把脚跟抬离地面，尽可能抬高，在最高点停留1秒钟，感受小腿肌肉的收缩，然后慢慢地放下脚跟，回到起始位置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慢是训练的灵魂，不要快速的上下弹跳，那样不但训练效果差，还可能会受伤。要慢慢的抬起，慢慢的放下，让肌肉有充分的时间去工作。刚开始可以做10到15次，做2组，每周练习3到4次。当你觉得越来越轻松时，可以试着单脚站立来做，这样强度会更大，效果也更好。如果单脚太困难，也可以只做半个幅度，慢慢进步就好。有一位65岁的张太太，她常常抱怨脚肿和抽筋，走路也觉得很累。我教她每天做提踵运动，2个月后，她高兴地告诉我：“医生，我现在脚不会肿了，晚上也不抽筋了，走路变得好轻松呀。”为什么提踵这么有效？因为当你垫脚尖时，小腿的肌肉会用力收缩，就像帮浦一样，把血液往上推送回心脏。这样不但能改善血液循环，减少脚部的肿胀，还能预防静脉曲张。而且有力的小腿能帮助你在走路时更稳定，减少跌倒的风险。当小腿恢复力量，全身都会变得轻盈。想象一下，你能轻松地搭捷运、爬楼梯、去市场买菜，走路不再感觉沉重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活力。这就是训练小腿带来的改变。在营养方面，要特别注意补充钾和镁，因为缺乏这2种矿物质是造成抽筋的主要原因之一。你可以吃香蕉、酪梨、坚果来补充。另外，抗发炎的健康脂肪也很重要，像是橄榄油、鱼油、奇亚籽都能帮助减少肌肉的发炎反应。水分的补充也不能忽略，每天要喝6到8杯水。如果不喜欢喝白开水，也可以喝花草茶来代替。充足的水分能帮助肌肉正常运作。
预防抽筋。记住，小腿是你身体的第二颗心脏。当你每天花几分钟训练它，就是在帮助全身的血液循环，让你的双腿变得更有力、更轻盈。这个简单的动作，正在为你的健康默默付出。10分钟就能决定10年后的你是否还能自由行走。你可能会想，这3个动作真的有用吗？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你，只要你愿意持续做，一定会看到改变。让我给你一个简单的计划。第1周，先熟悉这3个动作，每个动作做6次就好，不要勉强自己。重点是把动作做正确，让身体慢慢适应。第2周，如果你觉得可以，就把次数增加到10次，但如果还是觉得吃力，继续做6次也没关系。记住，这不是比赛，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。到了第3周和第4周，你可以开始注意呼吸的节奏，下沉或放松的时候吸气，用力的时候吐气。做完运动之后，记得做一些简单的拉伸，让肌肉放松。最重要的原则是不求完美，只求稳定。有些日子你可能会觉得特别累，做得不太好，那也没关系。重要的是不要放弃，持续地做下去，就像种树一样。你今天浇的水不会让树马上长大，但日复一日的照顾，终有一天会长成大树。你今天做的每一个动作，都在为你未来的身体打下基础。坚持1个月，你会发现走路变得更稳。坚持3个月，你会发现爬楼梯不再气喘。坚持半年，你会发现整个人都变得更有活力。这就是持续训练带来的奇迹。你不是在变老，而是在变强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能够独自走到市场，挑选新鲜的蔬菜水果，当你能够弯下腰，抱起你的孙子，看着他开心的笑容，当你能够在厨房里随着音乐轻轻摆动身体，享受生活的美好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事情，其实就是自由，就是幸福。而这一切都从你每天10分钟的坚持开始。我行医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人因为忽略了身体的警讯，最后失去了行动的自由。但我也看过很多人，即使年纪大了，仍然因未愿意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而能够过着充实快乐的生活。每一天的坚持，都是对生命的温柔照顾。你不需要做得很激烈，不需要追求完美，只需要在每天的生活中拨出10分钟，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，就像你会每天刷牙洗脸一样。这3个动作也应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当你开始照顾自己的身体，你不只是在帮助自己，也是在帮助你爱的人。因为当你身体健康、行动自如，你的家人就不用担心你，你也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如果这支影片让您得到启发，请在留言区输入9，也分享给家人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守护行走的自由。我希望你记住自由的脚步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要等到明天，不要等到下周，就从今天开始，给自己10分钟，开始这3个简单的动作。你的身体会感谢你，你的家人会感谢你，
而未来的你也会感谢现在愿意付出努力的自己，记得自由的脚步。从今天开始，